職業博覽愛心大使曾志晴 Vivian 啊，今日好開心嚟到呢個咁大咁靚嘅將軍澳新都城中心2期嘅商場，希望同大家見面啊！記得多啲關愛你哋身邊 SEN 嘅朋友仔。共融職業博覽暨關愛僱主及學校頒獎典禮，歸數！請支持由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舉辦嘅職業博覽，有你嘅支持，我哋會成功。特區中央共融職業博覽活動成功，我哋 ready， 你哋 ready 未啊？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，呢個最新嘅 SEN 求職平台就係星涯個 domain name 咧係 SEN Career.hk， 佢將會係俾 SEN 嘅求職者咧可以上去咧睇翻有啲咩工作，亦都係俾僱主喺上面咧去請人嘅。今日咧好榮幸，除咗我可以用僱主身份嚟參加呢個活動之外咧，仲可以自己親自落嚟呢個會場咧落力親手參與，好有意義。好，今次咧我哋咧個目的咧最主要係幫呢一班年青人咧，讓到佢哋盡力揾到佢哋嘅出路同埋佢哋咧嘅興趣，加油啊大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咧我哋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關愛僱主嘅活動啦，我哋照顧我哋 SEN 嘅小朋友，咁而且好開心見到好多僱主咧嚟到呢度配對啊！咁希望大家注意可以咧係用我哋嘅一啲 SEN 嘅小朋友啦，咁其實佢哋好有才能㗎，多謝大家。你好，我係楊震嘅輔助就業社工大姑娘，希望大家咧一齊支持殘疾人士就業，俾佢哋有一個咧尊嚴同埋咧安穩嘅生活。我係代表王子集團參與今次呢個活動嘅，咁好開心，我哋都能夠參與呢個關懷嘅僱主嘅活動啦。咁個人嚟講咧，亦都我覺得好感動啦，因為可以即係幫助到一啲弱勢市群。今日我想希望透過呢一個活動咧，令到多啲SEN嘅人士都知道，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才華、工作嘅表現可以回饋社會嘅。咁透過呢一個公開嘅招聘咧，好多公司都可以接觸到多啲嘅唔同嘅界別嘅人士，令到佢哋可以發光發亮。係你好啊，我哋公司咧嚟緊都有啲包裝嘅職位空缺咧，希望可以揾到啲關愛學生去幫手嘅。我會支持嘅，係多謝。係，我哋就係做呢一個講好香港文旅故事嘅文旅導賞團嘅公司嚟嘅。咁我哋就希望咧，就係可以招到一啲 SEN 嘅同學仔一齊嚟做一啲挖掘香港嘅特色旅遊啦。咁啊，講好香港故事嘅。好，今日咧好開心咧，可以嚟到呢度咧，見到好多好有心嘅僱主，對我哋 SEN 嘅學生咧都好關愛，希望社會繼續俾多啲機會佢哋。好高興可以參加今次咁有意義嘅活動。我作為律師行嘅僱主，希望可以略盡綿力，幫助有需要嘅人，為社區共融作出貢獻。各位朋友，加油！
謝今日特區中央上上下下嘅支持。今日嗰個典禮圓滿結束，希望明年再見，多謝大家。